清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进口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社，即马传出好消息。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咱向国际平台注文的476万吨预防社，第一批130万吨会先送到位，伫今年6月份会当开始注射。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讲，若准咱国内注预防社的比率会当达到60%，安尼就当启动入境爱全面做体检。袂使放任检疫14天的规定，甲一寡防疫管制，也毋过要达到60%，还阁需要一段时间。指挥中心捌公布，台湾伫去年9月已经甲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协调机制 COVAX 签约，搁伫个10月初付定金。指挥中心初时下晡证实，台湾确实有第一批配送名单，啊，毋过因为台湾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所以甲其他5到8国分配130万剂疫苗。有130万剂的 AD 的疫苗，那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国跟其他非联合国会员的获配的一个数量。那世界卫生组织在核准这个 AD 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后，它将会陆续通知各国实际获配的数量跟配送的时程。指挥中心已经针对这批疫苗直接甲 COVAX 联络运送报关这相关代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有希望伫今年6月开始做疫苗，确实注射率有60%，会启动入境普泰减少检疫天数等边境管制放任措施。一个到货的速度嘛然后第二个当然是施打的效率，那第三个是民众的意愿。有了疫苗，那开始我们这个有社区这个基本的防护力的时候那当然都是会逐步的让管制的措施变得比较慢慢变松那当然这个是可以期待的，但其中还是有病毒变异的这样的一个变数存在。陈时中也强调，放任边境管制袂一摆跳一大站，是用慢慢来方式，根据各国疫情采验阴性者情形，甲国内疫苗覆盖率、挂喙按过来洗手者防疫措施落实程度，各选择上适合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外交部，才打宣布讲，咱台湾的外交伫南美洲有进展，要伫盖亚那设官方的台湾办公室。也毋过上新的消息是，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盖亚那迄边是宣布讲，因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设台湾办公室的协议无遵守。外交部昨昏才宣布讲，甲盖亚那已经达成共识，要设台湾办公室。伫1月11已经讲好势，1月15嘛已经开始规划。这部分美国的国务院甲 AIT 拢有发出声明，表示肯定。也毋过才短一天随便盘，因的政府是对外表示讲，因甲台湾无外交关系，因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咱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去国务院发表外交政策，嘛表示讲美国转来呀，外交转来呀，嘛讲中国也是美国即马上大的对手，会伫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之下，甲北京合作。另外，嘛有讲到最近缅甸军事政变。Those of you who are stationed overseas and have been stationed overseas, you're America's face.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对美国外交官所讲的话。伊就任后访视内阁机关，对国务院官员发表演讲，主要是外交政策。I made it clear to President Putin, in a manner very different from my predecessor, that the d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lling over in the face of Russia's aggressive actions, interfering with our elections, cyber attacks, poisoning its citizens, are over.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raise the cost on Russia and defend our vital interest and our people. We'll confront China's economic abuses, counter its aggressive, coercive action to push back on China's attack on human rights. But we are ready to work with Beijing when it's in America's interest to do so. 拜登表示，以外交领导世界是甲盟友甲重要友伴并肩作战。缅甸的军事政变也成做拜登多边主义初期试验场所。进前已经表示会对缅甸军方制裁。Over the past few days, we've been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bring togeth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ddress the military coup in Burma. The Burmese military should relinquish power they have seized, release the advocates and activists and officials they have detained, lift the restrictions 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refrain from violence.
拜登将前总统川普过去美国优先路线改道，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川普提诉请驻德美军计划停掉，努力甲德国北约成员国关系回稳。在也门长期内战中，也停止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攻击，结束世界上上严重的人道危机。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大家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好天，天气真稳定，只有东半部有30-18號，咱来看温度。今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上低温最低标率9度9。未来这几天只有东半部有30-18號，其他的所在伫过年前拢是好天。也毋过后礼拜过年时会变天。2月初10小过年有一波较强的锋面，全台湾拢会落雨，嘛有机会会单春雷。2、9暝锋面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天气会转淡冷。初1的时雨会较少，若初2、初3拢是会出日头，温暖的好天。来关心中南部空气品质，这几天是真歹。环保局是预测讲，到礼拜日拢是红色的警示。即马有民间团体就表示讲，高雄、屏东伫正月规个月无一日是正常的空气品质，所以嘛呼吁环保署要赶紧改善空气污染，检讨污染物排放的标准。提出伫高雄办公室的空气滤网，画面当中正边的明显比倒边全新的乌真侪。地球国民基金会副执行长王敏玲指出，办公室所徛的前金区滤网才用3个月就垃圾成安尼，包括前金站在内，高边有7个测站。今年1月份31天，空品指标无一天出现绿色的良好等级，有的测站污染程度是北部的几6倍。1月27号，高雄大寮站的PM2.5日均值浓度到75微克，台北市中山站是10微克，所以可以想象是7.5倍的这个浓度有这么的高。地公指出，南部空污来源复杂，防治工作更较挑战，但针对电力业、钢铁业等排放大户，相关排放标准一直无加严。另外，固定污染源必须要照排放量来交空污费，但费率偏低，无法度收到更较侪钱来改善空污，更加免讲会当引导高污染的产业来减污。费率太低的话，并没有办法凸显它原来要扮演的那个积极引导厂商改善角色，所以空污基金的费率偏低这个问题必须严重的正视。高雄也提了一个电力业的这一个标准过来，应该近期就会去进行这一个案件的一个核定。像空污费的这个检讨，其实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也一直持续在进行相关的检讨的一个工作。面对民进党中部立委伫立法院提出主决议，予中火烧炭机组提早10年除役，要来减轻中部的空污。款团是毋是期待民进党高雄北立委协助解决南部的困境呢？地公副执行长王敏玲表示，希望高雄执政党立委会当听到人民的声音。那大家人利用一个污染源嘛，全力来监督，相信会当看到具体的减污效果。记者林丹昌为林志坚台北报道。加强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少人拢决定讲，伫过年期间决定要家己塞车。学者即马是甲烦恼讲，春节的高速公路主要的道路会真塞，其中往花莲、宜兰、台东影响上界大，对国道客运甲公路客运嘛拢有影响。来关心澎湖日报，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世娇是即期讲，赵少康要登去国民党的动机，甲三中案的官司有关系，这是引起赵少康的不满。赵少康嘛宣布讲，因若选调总统，就要甲52台摕转来函予中天新闻。也毋过前立委吴国昌是批评讲，总统无这个权。来看自由时报，军火商王团埔做中人，看咱台湾甲法国去买30亿美金的拉法叶军舰，违法收9亿6千万美金的空米箱。即马检方经过几廿年要对讨。瑞士这边已经同意讲要承行1/3，大约是2亿6千万美金，差不多74亿的新台票。若其他的钱若是无法度证明讲甲贪污有关系，就甲这个钱还予引导的人。昨过来新增加2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对印尼甲美国之外的。另外，有一个死亡的病例，这是进前入境咱台湾去为着英国变种病毒70多岁的查甫人。
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加一个死亡病例，第799例是英国籍70多岁男性，本身有心血管的病史。去年12月18来台湾探亲，居家检疫期间发病，入医了后病况变严重，查公了后送去加护病房，后来使用叶克膜来治疗。后续因为个案出现器官衰竭、肺部出血、发烧，还有细菌合并霾菌感染等等的状况，也是不幸伫咧初三过身，将做国内第9例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也是台湾头一个感染英国变种病毒株的死亡个案。临床上的判定可能是跟他这个新冠造成的凝血功能有引起的一些状况有相关。确实我们过去没有看到像这个个案这么明显的肺部出血。指挥中心表示，这个死亡个案的年岁真大，又有慢性疾病，是重症的高风险族群，无法度对单一个案来研判讲个案死亡，但是甲变种病毒株有关系。若是根据统计，目前全台湾5例感染英国变种病毒株的个案当中，1个死亡，其他都是轻症，3个人出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病院的清零计划，今仔日是第3天，到昨为止已经有1614个人完成采检，目前有919个人采检出来拢是阴性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桃园病院即阵是还未结案，也毋过清零的计划进行甲真顺利，目前嘛并无出现新的个案。病院内底员工甲外包人员拢有挂喙罨，嘛保持社交距离排队等要做核酸检测。部立桃园病院的清零计划采检进入第2天。截至中午为止，我们的 PCR 已经验了1614，抽血的也到了493，大概都是70几%了哈。那应该蛮符合进度的。那我们还是预期会做到明天中午为止，把这个5个梯次做完。王必胜表示，到目前为止，有919个人采检结果是阴性，其他采检的结果会豆豆出来。后礼拜四就是为落暝，上班敢若剩2-3天，无啥可能伫过年有真大的变化。若是这段期间拢无搁新增加确诊的个案，咱过年了后，会甲重新启动部立桃园病院的计划提出来，互指挥中心审核。顶一日指挥官陈时中捌讲，2月初4是部立桃园病院关注事件的关键期，加上桃园病院已经连续5天无新增加的病例，敢是代表关注的危机已经转好。那我们设定是2月4号，这是一个观察点。那一切到目前来讲都算顺利。那也之所以说大家都是会希望说，是不是能够让这样的可能的风险尽可能的降低来，因为要正常的运作，来全部的运作，我们希望到过年后才来启动。陈时中表示，这个部立桃园病院事件，过24天的拢总有4283个人，其中病院接触者是21个人，社区接触者是845个人。回溯追踪1月初6到19，为部立桃园病院出院的患者，还有陪病的人有3417个人。目前这个事件已经看到豆豆车落的趋势，清零计划采检嘛真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例，死亡人数有22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计共919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伫日本是超过3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70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1000万例，巴西嘛有939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390万例啊，伫法国超过331万例。来关心缅甸的领导人翁山苏姬，互发动政变的军政府掠去。因为警方即马是表示讲，翁山苏姬有10支对讲机，佮有其他通讯的设备嘛违反法令，所以要甲起诉。缅甸的军事政变即马嘛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医护人员是用罢工来声援翁山苏姬。若国际上是继续呼吁军政府赶紧放人。缅甸初一发生军事政变，军方以选举不公为理由，逮捕实际的领导人翁山苏姬，也佮有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几个高层。警方的文件显示，因为伫翁山苏姬因兜查到至少10支对讲机，也佮有其他的通讯装置，是属于非法进口。当局以这个理由，查查甲以违反进出口法正式起诉。法庭已经裁定甲伊羁押2礼拜，到2月15。军事政变引起民众的不满，发起缅甸公民不服从的运动，伫报媒、饲喇叭或者是卡碗发出声音，表达因的抗议。
係咪？即係打都沒有，一定會ဖြစ်事情。即係每個人掉嚟ဖြစ်情嘅，人人打工掉嚟ဖြစ်情嘅。比如像我哋掉嚟ဖြစ်情嘛，အခုလိုလုပ်တဲ့ဆိုတာ 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မှာလေအများပြည်သူတွေအကုန်လုံးကျွန်မတို့ပြောပြထားတယ်။ပြည်သူတွေအကုန်လုံးကလည်းထောက်ခံတယ်。以後人員嘛加入抗議，像1988年爭取民主運動時陣的主題曲，嘛有以後人員佇行程甲紅絲仔帶離開飛機陣的工課，表達家己被替軍事政變的政府來服務。We'll continue to call for her immediate release, for the president's immediate release, and all others who have been detained by the military in the last few days. 國際社會持續譴責緬甸政變，聯合國發言人呼籲軍方都要隨甲昂山素姬放出來。因警告講，甲昂山素姬起訴是傷害緬甸法治也有民主的進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表示，這個時陣上介重要的是繼續支持緬甸的人民，而且會擬定政策對政變的人士追究責任。公視新聞林浩如編譯。來關心英國媒體 BBC 是報講，中國地新疆在教育營是爆出超大苦毒的案件，逃走出來的人是講中國的目的是要毀害每一個人的心神。中國外交部是咪講，這個受訪者攏在烏白講話？那美國即馬有參議員是認為講，中國對新疆、對香港的迫害，還有恐嚇咱台灣這行為真惡質，要取消北京2022年冬季奧運的主辦權。中國新疆在教育營關於維吾爾人甲其他穆斯林少數族群爭議真濟。英國媒體 BBC 報道，拘留營婦女常常予人性虐待甲酷刑折磨，其中一個42歲婦女是受害者，目拘近9個月。伊表示，逐暗攏女性被帶出牢房，予人性侵。中國是要摧毀每一個人精神，要其他拘留者也去收回，正視這代誌。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王文斌攏否認，佮指控受訪的民眾是演員，散播不實信息。不過是一個散布不實消息的演員，我們也希望呢有關的媒體能夠正視事實，停止傳播這種涉疆問題的沒有依據的抹黑、詆毀中國的言行。王文斌表示，新疆從來無在教育營。不過，美國國務院關心這代誌，認定中國犯違反人道罪，加種族滅絕、違背良知，一定會承受嚴重後果。呼籲中國允准國際監督機構做獨立調查。美國要參議員提案要求取消北京2022冬季奧運主辦權。聲明講，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種族滅絕、限制香港人權、威脅台灣，應該由尊重人權的國家舉辦。We're not currently talking about changing our posture or our plans as it relates to the Beijing Olympics. We consult, of course, closely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t all levels to define our common concerns and establish a shared approach. 180個維權團體聯名發表公開批，呼籲各國領袖唔通讓中國就奧運重大侵犯人權。不過並無動搖美方態度，拜登政府跟表示反對相關議題。不過目前無計劃禁止美國運動員參加北京冬訓。記者綜合報道。200萬的香港人佇2019年行上街頭參加反送中運動，即嘛正做歷史上上大規模的抗議之一。美國即嘛有9個無共黨派的議員是做伙提名這項民主運動，要拼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係陸委會嘛呼籲中國要對香港實現一國兩制制度，唔通閣繼續打壓人民。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運動，200萬的香港人行去街仔路，正做歷史上上大規模的抗議之一。美國9個下黨派的議員送函予諾貝爾委員會主席，提名這個民主運動，希望會當入選今年諾貝爾和平獎。人講是香港民主之父的香港民主黨創始人李柱銘，挪威保守黨的議員嘛個提名。這個唔係港人治港，係共產黨治港。無論是反對香港版的國安法，還是號召香港民主運動，李柱銘攏參加有條。去用提名的理由之一，是肯定伊會當鼓舞香港的民主運動。不過，香港政府卻是顛倒兵，佮使用有案的手段，以愛港者治港為目標，要求公職人員，包括區議員，都要依法宣誓效忠。指定嘅公職人員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體現愛國愛港者治港嘅天經地義。特區政府認為區議員理應屬於需依法宣誓嘅公職人員，因此會喺呢一次嘅修訂法例中落實區議員
需宣誓嘅要求同埋相關嘅安排。香港政府各用手段壓制無共款嘅聲音，因內陸委會是以中國乜講對香港一國兩制嘅講法，要求中國愛落實承諾。中共既然宣稱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應該尊重民意，確實落實對香港的承諾，不要再以政治的理由打壓民選議員。香港自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人除了選擇徙來台灣大，嘛有人走去英國。香港政府配合中國中央政府的反制措施，外國升至英國 BNO 護照是有效的旅遊證件或者是身份的證明。林鄭月娥在人面前發文批評英國政府違背承諾，以政治包裝，實際上是為了經濟目的。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介詳先咱做回來看世界。拜登上任2禮拜啊，佮打也未到中國主席習近平互相通電話。美國官方是表示講，美國想要甲因的朋友對話，卡步大一致才有法度甲中國接觸。來看英國是撤銷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執照，理由是這間公司背後是中國在操控，違反規定。外界是要講兩國關係即馬又閣變緊張啊。來關心法國總統馬克宏昨提出警告，講中國嘅新型冠狀病毒欠缺相關嘅資訊，若是這預防下效果不好，甚至有可能會引起病毒嘅變種。來關心，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嘅疫情受這個疫情影響，這是屆澳洲網球公開賽是已經延到2月7日才要開始拍，結果即馬閣發現講有選手有工作人員大約甲教練大約是600多人，防體檢內底即馬愛閣繼續隔離，因為內底有人是陽性嘅。即馬咱嘅選手羅顏芬頭大是表示講已經摕到檢驗嘅報告啊，伊嘅檢驗報告是陰性嘅，所以今仔日會當開始恢復練習。在墨爾本公園的球場攏無人，原本初時的熱身賽全部取消，因為新冠疫情延期到2月7日澳洲網球公開賽，閣一擺受疫情影響。因為參加比賽選手所在的墨爾本軍閥飯店，一名工作人員前一天確診，所有可能的接觸者攏愛閣一擺隔離甲檢驗。Around 520 players and staff who completed their quarantine at the Grand Hyatt. They have all been asked to and instructed to test and isolate today. 這擺主辦單位開數百萬美金，在頂個月先予到墨爾本的1200位選手教練加工作人員隔離14天。畫面中，講是在測試飯店玻璃強度的台灣選手謝淑薇，因為甲確診者住在同一飯店，閣一擺在房間隔離，一直到檢驗結果出來，練習的行程全部取消。對，我們的隔離即將要結束了。另外，占香人第一面冊宣布要甲小妹仔占豪情出關迎接比賽。這一擺雖然無住軍閥飯店，不過為保險唔敢入去市區。另外，10選手羅顏芬之前已經收到大會檢驗報告，呈現陰性反應，也代表已經解除隔離限制，應恢復正常練習。這位確診者對飯店內選手甲工作人員帶來風險應該是真低，不過還是以檢驗結果為準。記者綜合報道。其他消息來關心，總統蔡英文有提出對出世到6歲囡仔國家鬥飼這政策。行政院在昨昏時宣布講，對出世到6歲的育兒津貼，對今年8月份開始，會按2500塊調懸到3500塊，那明年的8月份會增加到5000塊。今天要跟國人同胞報告好消息，現在領育兒津貼，津貼是2500元，那在今年的8月就會到3500元，明年的8月就可以調高到5000元。總統蔡英文在競選期間，捌提出0到6歲國家鬥陣飼政策。行政院隨時表示，今年8月1日開始，育兒津貼增加1000塊，每個月提升至3500塊。明年8月1日開始到5000塊。0歲到2歲托育補助部分也增加。2歲到6歲幼兒讀公共化加準公共幼兒園費用應減少。第2梯、第3梯補助也增加，希望搶救少子化危機。新的政策之後，會提前到第2胎，也就是第2胎就可以加碼1000塊，第3胎再加碼1000。不過對政府的補助家長普遍認為，家庭負擔飼囡仔基本開銷，而且增加生育率的誘因依然無關。
是不无小补，但是其实你看那个金额，其实还是差不多，只能帮到一点点啊。可是说你说因为这个政策而想要再升，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1个月的学费就已经快9000，还没有加额外的，然后1学期的注册费2万多块。民间团体指出，补助政策让上述一位家长用领加倍用地津贴，不过用地业者恐惊起价，无法度减轻家长负担。现在家长其实到了每年的5月，都还是会面临抽公共化幼儿园抽不到的窘境，所以其实还是要鼓励政府，以及要呼吁政府要扩大公共化的幼儿园服务。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大量招募认定，加速扩大公共化幼儿园服务，达到113年3000班的目标，这样让农历上班的父母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甲特生中心为着保护石虎，即马鼓励农民唔通除农药。参加这个计划，买当摕到奖励金。已经执行3档啊，参加的农民即马增加30倍，发出去的奖励金已经要挖600万。农民就讲友善石虎的政策对农民嘛真好，因为因发觉讲对农作物来讲，颠倒会当加有法度来面对极端的天气变化。红外线摄影机真清楚翕到石虎伫果子园内底找食的。农民表示，参加友善石虎农地生态系服务给付，1公顷补贴2万块。虽然付出的心血也有金钱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不过坚持3年落来，发现友善石虎的拍拼，会伫农作物的成长看到效果。工人除草的话，可能1年用除的话，可能要除个5-6次。像一般农管法这样子用之后，它那个相对的裂果会减少了蛮多的。有饲鸡甲饲肉的业者，3年来至少互偷掠15只去。按监视器了后，发现讲偷掠鸡的贼仔竟然是石虎，所以伊嘛加入南投县府石虎入侵的通报，也有监测。监视器装了的时候，才发现到讲吼，伊算讲做吼，去有石虎才发现到这袂堪你来掠你了，石虎袂堪你掠你。南投县农业处配合着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针对中寮集集的农地也有社区进行友善石虎农地生态系服务给付，甲社区自主参与车地医护奖励。今年执行第3年，参加的农民打开始敢若有10多人，到达已经有360多人，摕发的奖励金已经要600万。总共大概发了大概600万。这新台币的补偿金啊，那个友善的耕作方式的话，抗病虫害性，或者是在现在的气候变迁的状态下，他们也比较能够承受这样的负面的影响。南投县农业处表示，目前友善石虎农地面积已经有190公顷，无使用除草剂、投动物的药啊，嘛无掠动物的含剂，还有叶啊，符合农药安全的规范，也还有实际生产。听若社区自主参与车地医护的部分，嘛有9个乡镇市。希望分享成功的经验，减少石虎甲人类经济活动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2021台北国际动漫节昨起过，受疫情影响，加强防疫措施，入场爱徛名，嘛爱留落来联络资料。伫会场内底，上济敢若会使有6000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做一寡管制较不便，也毋过现场嘛是点一点人哭哭。2021台北国际动漫节2月7日照时间开幕，第一天就非常多人，不过因应新冠肺炎，进场进前爱加强防疫。生气哦，这边。确定体温拢伫标准范围，超过37度半就禁止入场。双手酒精消毒、挂嘴安，也搁爱徛名字登记。动漫迷唔惊疫情到场收听，原来因也是真谢意。就戴好口罩吧，然后就是记得消毒，像我身上也有带酒精这样子。因为大家都有做好，然后口罩都戴好的，因为没有人拿起来大家也会怕。部分出版社厂商也加入防疫消毒，维持安全距离，控管人流。厂商表示，虽然主办单位已经有防疫措施，都惊有到高去。因为大会这边虽然已经有一些防疫的措施，那毕竟还是怕会有什么万一，大家可能摸来摸去也不知道可能会摸到些什么，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我们其实已经做了超前部署，你看，连社交距离都拉出来了，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拄着疫情，包含动力尖端等出版社、动画代理商拢取消参加。对外界质疑，动漫展照常举办，恐惊正做防疫空棚。主办单位表示，除了加强基本的防疫工作，会场袂当食物件禁止摆列，人数限制为9000人，调整至6000人。有信心绝对袂互博版的动漫节出现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当年过年进前，台南碧县市的观音妈拢会登去关仔岭碧云寺过年。这个领佛祖的活动嘛，已经是国家级的民俗资产。今年的仪式无取消，也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规模有求水，规路拢规定爱挂翠罨，嘛无开放信徒随香。要到中昼的时阵，东山碧县市的二马由正人铺咧来入去碧河火山碧云寺，真侪民众嘛入去庙里参拜。但年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东山迎佛祖的活动，拢吸引真万的信众来。啊，毋过今年拄着新冠肺炎的疫情，敢若会当甲规模变小。整体啦，你若来你若来含参香的人介济哦，绝对肺炎会出来啊！啊，所以。大家小委屈一下。我讲佛祖嘛足慈悲，希望讲哦，这个疫情赶紧化开，哦，咱大家哦，讲平安。民俗活动照常办，啊，毋过因应防疫的需要，东山碧县市甲火山碧云寺协调活动无公开，有2间庙内部的工作人员3庄5个甲跑所属的宫庙来参加，总人数超200人，穿统一的服装，为的规定是挂翠罨来行古道。两桥卡庙外随香全部拢取消，而且警方嘛规个规定拢伫咧改变。简单哦，简化两桥卡哦，甲随香拢停分。有请他们要做好各项的一个防疫措施，例如说实名制，那全程戴口罩，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则上，4、5是全力宣导取消或延后来办理。那如果说没有取消的话，原则我们也会请他们缩小规模。东山碧县市迎佛祖的活动，起源是对1844年关仔岭碧云寺去互烧掉，观音佛像去回香送去东山来建立碧县市。了后，当年旧历12月23，碧县市的观音佛祖来登去火山碧云寺来过年，正月初10才个登去碧县市。这项活动嘛，去互列做国定民俗。即马拄好是疫情的期间，台南市民政局嘛呼吁庙内的活动取消还是延期。若是无法度卖办，嘛提醒民众要保持适当的防疫社交距离，来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要到啊，真侪人会准备一寡花，放伫厝内，增加过年过节的气氛。这花要安怎种，要安怎顾，来听专家的建议。再过一礼拜，特别过年啊，真侪人过年时阵会穿一寡盆栽，放伫厝内加添喜气。除了较侪人知的兰花，阁有啥物款的花较适合？老师提醒，因为过年放假时间较长，建议买一寡较袂接近咱的花材。我希望过年的时候呢，家里就有热闹的气氛，然后呢，希望我家里呢有喜气洋洋的感觉。选一些银柳，那就感觉好像银两很多啊，或者是说像我们的荆棘呀，感觉好像也是那个很吉利。建议大家放一下比较耐久的，比如说像这个兰花的盆栽。兰花我们通常摆的话，可以摆到1个月到2个月。切花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挑选一些有年节的感觉的菊花，因为菊花在我们台湾来讲算是产量比较多，而且菊花是非常耐放的一种花卉。除了安怎种花材，老师嘛针对要安怎照顾兰花，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压伤济水，1个月敢若需要压1遍至2遍都有够。你可能1个月1次到2次浇水就可以了。你反而多水的话，那你的盆子如果又是封闭的，没有洞，它的水排不出去。植物反而容易烂根。新日市花艺设计学会嘛特别在过年前透过37位老师设计真侪适合过节放在厝内底的艺术品，希望大家透过欣赏美丽作品，减轻疫情的压力。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地方放上头来关心咱台湾即马欠水，有一寡所在早当场已经停止放水引田。伫台南的后壁即个所在有社区，是甲这田改种菊花甲日头花，大片的花海有够水，嘛吸引真侪人去看花。因为旧年雨水落无够，尤其南部地区水情暗倒，今年台南市的早当场只好停止引田，也后壁区、顶塘社区应变这项政策，除了田改种朴树菊、日头花，转型变观光，花蕊很娇美，大片花海确实吸引袂少游客到地欣赏。过年期间，咱会当来遮看花，会当来遮参观阮的社区。阮遮有阮在地的一寡食材。也顶塘社区毋但野子种花，互来到地民众看水。农民佮开一块地种菜苋、种果子，游客通亲身落去田里体验满菜的趣味。来种一寡菜，互人客，我们的游客来到这边，他可以现看现采。我们可以帮他现煮。想要看水，落田板菜也阁无够。顶塘社区伫过年期间开话济趣味的活动，打排骨早味，互游客食青。假日时啊，阁有街头艺人音乐表演。虽然因为欠水，无通引田种稻啊，毋过台南后壁变巧，改利用农村的特色，变观光，变经济。欢迎民众第二节去到顶塘社区行搭，看花蕊可爱，有食阁有掠。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伫台南新营的后顶派出所有一个少年查某警察，名号做吴玉清，伊嘛是网络插画画家，普通时啊，伊会画图分享伊上班的代志，嘛协助警察局画宣传单。伫咧荧幕顶悬画出古锥的红仔，伊是网络插画作家，嘛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营分局后顶派出所的警员吴玉清，伊用交通大执法做主题。画出警察执勤的艰苦甲趣味代。新营分局都会提倡同仁，尽量不要追车，除非说有发现真的很重大的刑案前科或是重大的案件，所以我就以这篇以不要追车的出发点去做一则4格漫画。吴玉清自细汉就喜欢画图，做警察了后，嘛是继续咧发展这项兴趣。毋但是为着要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也互人了解做警察的辛苦。因为吴玉清的创作风格古锥佮趣味，所以即马毋但是新营分局，就连警政署的马仲业、NPA 署长室，嘛请伊来到画图，互警方的形象更较活泼、温暖。警政署的粉丝专业 NPA 署长室的大头照 ，TNPD 局长室就是我们台南局长室粉丝专业的大头照。另外，吴玉清嘛行入社区，利用画图的方式来宣传交通安全。伫咧禁令宣导的时阵，嘛当有近警民之间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县政府伫5天前就带头甲长照涌入去高中甲国中的课程内底，嘛结合社区，互学生囡仔去甲时代互动，而且会互相观摩，看别位安怎做，互课程的内容更较丰富、更较多元。屏东县是头一个将长期照护的课程加入去高中课程内底。这几年来，结合落地园区、亲身体验，成立第一座长辈居家生活体验教室，让学生会当真正体会到长期照护推动的意义。长照融入记忆课程里面，那我们也看到那个成效一直出来，孩子从跟长辈的疏离慢慢靠近，慢慢能够体谅到这个长辈他的需求这样子哦。那这样的课程在我们的国中里面，它利用教育部所规定的13个科系里面，然后去融入。县府嘛无定时举办研习会，邀请侪学校的校长举办学校体验甲讨论，让课程更加多元化。我们知道课程的设计它是一个滚动式，所以这个课程慢慢发展，就知道说，跟人家请益，跟专家学者这边来帮忙，就知道怎么样对于这个长者跟孩子的这个教育有更好的一个学习向度。处长表示，长期照护技术甲课程结合，对学生未来的学习甲一场有侪帮助。未来伫长期照护的课程当中，嘛会当结合无同款的族群，展现出无同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
新闻消息来关心，财政部最近有公布一份调查，以个人来看，咱全台湾手头有厝的人大约是804万人，其中有4趴的人大约是32万人，因的手头有4间厝以上，若手头有10间厝的人，嘛要挖2万人。讲到买厝，即马真侪人拢讲家己买袂起。毋过财政部最近公布去年房屋税个人规划的统计表，全台湾有厝的人总共是804万人，其中个人有4间厝以上的有将近32万人。若甲去年315000人比起来看，差不多是特别增加1.1%。有人就怀疑，为什么囤房量无减少，反倒倒来是一直增加的？他们多数不大会用个人的方式来去做持有，再加上就是你可以开公司，也可以节税，所以多数会采取所谓的法人持有的方式来去规避掉可能自然人持有所产生的风险。不动产专家表示，照因的观察，若一个人有几啊间厝，除了短时间继承，嘛可能是伫贷款利率较低时阵搁买的，或者是进前买有售厝，即马交厝，袂当讲安尼就是囤房。另外，财政部即摆也特别公布去年家户归户的统计表，做文团体认为用家户来算，较能反映目前的情形，才能够真正描绘我们的家庭的房屋的持有有没有集中的现象。既然可以做去年的话，他要不要统计历年？可能例如说从2010年开始。家户规划统计是按照一户内翁某甲无成年的囡仔来算的。做团体认为，财政部若是会当将几啊档的家户规划图表拢统计出来，可能较互大家了解台湾目前是毋是有囤房的情形。财政部表示，未来个人甲家户两种的统计表拢会公开。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聚会人较侪是全国第一。有会时段会因为心脏的跳动无规律引起脑中风。伫嘉义即摆有专家结合 AI 科技，替时段做心脏的检查。双手搭上设备，只要30秒就会当来检查心脏的健康，互民众会当知影家己心脏血管的情况，嘛方便医生来治疗甲预防。心房颤动的病人，他产生中风的比例，根据流行病学研究起来，大概是没有心房颤动的一般人的5到6倍以上。所以你如果早期把这个心房颤动的病人把它筛选出来，然后给他这一种适当的抗凝血剂的治疗，那这些病人他就有机会能够远离产生中风。嘉义县政府表示，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资料，全国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有51.6%，但是嘉义县却有76%，所以才透过台中营总出来全国心脏医学专家，替县民甲时代检查心脏。民众足简单的，你看30秒就会当来检查出讲是毋是有这个问题，甚至咱家医学中心这医生来结合，就是讲，是伊安尼做检查的时阵，会当有判断。啊，早期来互人了解的时阵，你得注意到，讲我可能心脏有这部分的问题，爱去看医生。台中营总表示，心脏疾病有时阵当发生都已经袂复救啊。透过检查会当来提早预防。目前这个检查计划只有伫家人、宜兰甲嘉义咧设，未来这个资料嘛有可能提供予各建署来参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有一款真强的语音社群 APP， 叫做 Clubhouse， 有真侪人拢在用，也毋过即马是风声讲 Clubhouse 的核心技术可能是对中国来的，恐惊有治安的疑虑。最近有愈来愈侪社交 App 兴起来，其中一款是用语音开讲的社交 App Clubhouse。使用者会使伫 Clubhouse 内底开开讲间，自由选主题，做伙开讲。不过，即摆有消息指出 ，Clubhouse 的技术其实是中国技术商 Agora 提供的，袂少人听到开始烦恼资讯安全的问题。这内底是处理声音主要的技术吼，是听讲用一个伫咧中国的公司叫做声网啊，叫 Agora。啊，咱若知影讲，若是你的技术用中国的公司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的资料就存伫咧中国的资料库内底。现代人大量使用手机啊传送资料，有真侪重要的资料拢伫手机啊内底，民众要安怎保护家己的隐私是真重要的问题。行动应用治安联盟表示，政府针对 App 其实是无强制要求一定要送检，而且面对中国背景的 App， 民众是无一定的要义。
会有一些些。不会。我不会，就都会使用，就觉得好用啊。技术人员拢知影讲，资料库有分两种，一种伫咧中国，一种无伫咧中国。因为你若资料一旦存在中国的资料库，伊就是讲中国政府随时要摕就会使摕。现在科技真方便，但是温书也是真重要。民众伫咧享受科技利便的时阵，嘛要注意温书的状况，来保护家己。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台北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歌手张瑞川，是咱台湾头一个用白色恐怖历史变做 rap 歌手。伊伫去年摕到美国独立音乐最佳 rap 专辑的头奖。美国的评审虽讲听无台语，也毋过是真肯定伊的创作。咱做伙来听看卖。山内戒严38年白色恐怖，管你外省本省合家好佬，也是原住民。当看你袂爽，你就马上无去。任何老母两个查某囝全部刣死。对白色恐怖、林奇雄黑暗唱到言论和思想自由，互政府束缚，就连母语节目也互政府禁起来。台语 rapper 张瑞全，这块合作囡仔的歌，也唱出一对逝世的愿望。换另外一种风格，张瑞全同款以台语做基础，佮用英语 rap， 就让世界各国知影台语就是 my language 我的语言。And this year's winner for rap album, Exodus, Retrospective and Perspective, Chang Wei Shuang from Taiwan. 讲伊的语言，不是伊的努力，讲伊的语言，因为我已经准备用武术强命，夺甲我的命，改变伊的音乐文化、信仰甲文明。要去挑战迄个讲台语足爽的这个想法，我不爱写北京话，要写嘛写英语的，互外国人来知影讲咱台湾人嘛会使做足赞的音乐安尼。张瑞全伫咧读大学的时，就组乐团，要借重金属音乐的乐头，展现台语音乐的水。伊读袂少许市民时代的册，用10年创作15条歌，收做这对合作 Exodus 出走的专辑。伫咧去年年底，摕到美国独立音乐奖 JPF 上好 rap 专辑奖。You can't fake sincerity, and sincerity is important in music. You could tell that what he was speaking was his truth. And like I said, he had enough English lyrics in there that we could tell he was a freedom fighter, and that appeals to Americans especially. 唱台语，因可能嘛无一定听有你的想法，你上真的迄部分，特别是艺术的部分，人一定会知影你想要讲啥。OK， 小心哦。来。Cool。OK， 还可以吼。其实张瑞全是伫咧发行了后的第11档才调整，这中有尾20年，拢伫咧大学教英语，早就脱离音乐界。伊讲心内难免有寡感慨，不过伊无遗憾。我的学生就是我的音乐啦，未来真正有机会来出写歌啊是啥物的吼，因可能会变做我的这个乐手，甲伊合作。电那唱大只鸡问题，张瑞全费心神做的专辑，虽讲有较晚红注目，不过伊讲伊会继续用正义和保护弱势的心情，用心创作，让音乐无国界，也要参加的音乐经济，斗阵替台语音乐发声。记者阿敏晶、张玉水综合报道。镜头来国外，咱来看全球即马大型的博物馆，因为疫情关系，拢在休馆。法国巴黎的蓬皮杜中心恐惊会关搁较久，因为对2023年开始，搁要关4档，要进行大整修。那巴黎另外一个美术馆奥赛美术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马无人客，嘛大大影响因门票的收入。伫巴黎左岸，1986年为旧火车站改造的奥赛美术馆，是19世纪近代西方艺术的好所在。真悬半圆形的厝顶气势真大，上万件图甲雕塑，每年吸引超过350万游客来参观。只是和塞纳河对岸的罗浮宫，为庆祝成立30周年，馆内这几年陆续对部分大型景点画作做修复。玻璃围起来工作区内底，2名专业人员一笔一笔慢慢修补。
It's rather magical. It's usually hidden. You see it before and after as it becomes cleaner and brighter. 另外一边修复工作也得要完成，四周围油漆塑胶布保护，将要完工的为喷保护层。这个工作要稳定正确的动作，要喷好招魂。修复结束了后，规百月变价真光，送回原本的位置继续展示。女王大教堂系列也回归莫内展厅500字，一天当中无共款时间完成的作品，呈现5种光影。 The sun is rising. There's a morning mist. Later, the sun is more present. 观众艺术品不只是大人的视觉享现，也是囡仔启蒙导师。 Gauguin, he's the man. Paul Gauguin. Have you ever seen orange dogs? That's the strange thing about this picture. Gauguin makes up colours when he paints things, like colours in a dream. 圣纳河正面的蓬皮杜中心正准备一项更加大胆的休馆计划，按算会自2013年开始，关4年，为这座1977年启用充满管路加机械元素的前会建筑做大规模维修。完成了后，会伫自2017年成立50周年的时阵重新开放。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 时代在进步，未来无得较车卖飞。地面的交通伤塞啦，所以即卖已经有几个国家嘅汽车业者甲航空业者投入飞天车的研发。英国伫今年11月份，嘛要启用全世界头一个飞天车甲无人机的专用机场。 飞天车研发进入真竞争的时代，为劳斯莱斯到航空业者到科技新创公司，这几年拢推出各种的飞天车。英国一间业者得到政府120万英镑的赞助，要伫英格兰中部的都市科芬翠设全球第一座飞天车机场，提供飞天计程车甲载货无人机起降。动画纳图显示，飞天车会为飞碟型的机场厝顶起飞，一卡站依照功能分几个区。 除了坐车等候区，也有电影播送区、咖啡厅、加休闲设施等等。 And this new form of mobility, urban aerial mobility, will need its own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it. Passengers will need to interact with the infrastructure, arrive, book their flights, go into the passenger taxi lounge. 业者表示，就亲像公车会伫主要干道设站牌同款，为了让飞天车伫都市之间来来去去，公设专用机场有必要。未来无论是市中心的大楼厝顶，或者是离海海边，拢有可能设站。业者希望伫未来5年内，伫全球各地打造200个飞天车机场。动作这么紧，是因为飞天车投入市场已经特别到位了。 eVTOLs are for passenger carrying purposes. The race is on. There's a company in Europe who are looking at certification in 2023. That is just 2 years away. There's companies in the US who are looking at a similar time frame. 不过，分析指出，飞天车若正式加入商业营运，会让空中交通更较无形。相关的规范甲路线规划，拢要有完整的配套才会使。公司新闻将回面编辑。 镜头来非洲喀麦隆的奥萨湖，最近这几冬，互一款外来种的食物会影响气候甲生态。即马较害是，这个食物已经甲1/4的乌面拢暗掉咧。当世界其他所在伫咧努力对抗疫情时阵，非洲喀麦隆奥萨湖边的这款掠鱼的，拄着另外一种挑战。奥萨湖是一座大型野生动物的保护区，是一位物种西非海鱼的重要栖地。 2016年开始，这掠鱼的人注意到有一种毋捌看过的食物开始大量伫咧传，就是这种人眼环叶萍，这种浮伫咧水边的蕨类食物，大量生长伫咧流动慢、营养丰富、温暖的淡水。原本生长伫咧巴西甲阿根廷北部，因为伊是无性生殖，拖了诚紧，规个湖面袂输敢若砍一个挂。渔民讲，自从这种食物开始传了，因的渔获量就减少。 互因的收入减少要到8成。Quand je ne peux pas payer l'électricité, je ne peux pas payer la scolarité de mes enfants. Vous voyez, depuis 2 ans, on s'efforce à faire des équipes manuellement. On essaie d'enlever, mais il faut quand même avouer que cette histoire nous a dépassés. On ne peut plus. Si le gouvernement ne nous vient pas en aide, tout sera fauché. 非洲海洋哺乳类保育组织的统计，奥萨湖已经有1/4的湖边和人眼宽叶萍砍掉的，毋但是鱼类受害，海鱼的数量也因此减少。
因为这款食物会减少水流量，降低水内面的光线加含氧量，让海牛呼吸较困难，无法度生存。估计数量只能剩无到50只。这个组织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引进一种半水性加糖怀小鼻虫。因拄好爱食这种怀叶瓶，会当讲是因的天敌，用来控制食物成长上好。当地渔民希望会当赶紧看到效果。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2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3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到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